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0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利未记14章33节到53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洁净。咱知影生歌并不是现代问题啦吼。伫利未记的记载中间，咱看到摩西律法对伫生歌的规范。这个改变律法，咱会当对两个方面来去思考。一个就是实际上迄种生歌就是另外对灵性上来思考若是会生歌，大概是有几个无共款的条件需要做伙来发生，比如讲。伤过湿啦，湿气伤重。另外就是有这个菌会产生啦，过来就是讲因为无通风规个关条的问题等等就安尼就会产生生歌的现象。咱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受到无好的环境的影响。原本以色列人因的生活是伫旷野沙漠做游牧民族，对因来讲无这个问题啦。但是当因进入伫迦南地了后，因的生活环境改变，就这个条件就改变，然后加上有遐水气的影响，就产生厝内底有这种生歌的现象。伫犹太的这个宗教礼仪顶悬，生歌去用当作是无洁净所以需要有这个祭司来检查，并且教导要求因爱规个环境拢爱整理，无清气的物件，就是生歌的物件拢爱单调清除啦利未记14章33节到53节记载着迄个生歌的相关规定。上主命令摩西甲亚伦讲：恁去到我赏赐恁做家业的迦南地的时，我互恁得到家业的地厝若生歌，厝的主人就甲伊去甲祭司报告，讲阮厝敢若有生歌，祭司就去迄间厝检查以前，就反复人情。这个厝来摒空，才免厝内所有的物件拢变做无清气。后来伊才入去检查迄间厝，这时就检查迄间厝生歌的情形，若发现迄间的厝壁有绿色还是红色塌落去的痕迹，侵入去壁内伊就出去门外，甲迄间厝放7日。第7日。祭司就过去检查，若发现生歌的痕迹有摊开，伊就吩咐人将这个生歌的石头挖出来，迄伫城外无清气的所在，佮吩咐人抠厝内四周围的壁，将抠落来的土粉来摒伫城外无清气的所在。然后用别个所在的石头代替遐挖出来的石头，佮用灰土来抹迄间厝。迄间厝内伫挖石头抠壁抹灰土了后，若发现佮有生歌，这时就佮入去检查生歌的情形。若看到规间厝，迄间厝是染着恶性的菇，是无清气的。迄间厝就拆掉遐个石头、材料甲所有的灰土，拢搬去城外无清气的所在。迄间厝密封的期间，若有人入去，就伫日落进前是无清气。伫迄间厝困过、食啉食的人，若着洗因的衫。迄间厝抹灰土了后。祭司就入去检查生歌的情形，若无摊开，祭司就通宣布迄间厝是清气的。因为生歌的情形已经消失，为着要互迄间厝得到清气，就摕2只鸟碧香茶、甲紫红色的蛇甲牛翅草，就伫换水的粗肥的器具顶面来抬其中一只鸟然后
这时着摕月香茶、牛舌草、猪红的丝啊，将迄只活甲迄只活鸟浸伫迄只台死的鸟的血甲活水内面，甲因压伫厝7摆，搁伫用迄只鸟的血、活水、活鸟用碧树、牛舌草甲朱红色的丝结成迄间厝，毋久伊就将迄只活鸟放出去城外的野地，安尼伊才会甲迄间厝来结成咧，迄间厝就清气。生果伫灵性上，咱会当讲是受到无好的环境的影响。咱看见当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了后，伊嘛受到周围环境甲迦南人的影响，所以因有人去学着敬拜偶像，离开上帝。只有安尼，耶稣基督嘛伫教导的中间，人就爱提醒人，就爱离开迄个法利赛人的教，因为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心灵就无清气，佮亲像耶稣咧讲着迄个夜景的譬如共款心内听着真理的教导甲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却无愿意结连，安尼就无实践，就是真做无圣洁的人。保罗伫写配合这个提摩太的批信中间，提摩太后书第1章13、19、18节，安尼讲着，就用你对我所听到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坚持咱甲耶稣基督结连伫得到的信心甲仁爱，就固守通过点伫咱内面的圣神交互你的美好的信息。你知伫亚细亚的人拢背叛我，其中有腓格、路甲俄摩基尼，原主人民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为伊时常甲我鼓励，无因为我挂体连感觉见笑，连到到罗马的时拍拼找我，找到得原主互伊伫迄日会通得到怜悯。伊伫幼佛所赫尼熬服侍我，你真清楚。保罗看免着爱基督徒着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会通来得到信心甲听心，有圣洁的生命。诗篇111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的聚会大会中间，我要专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爱伊做为的人拢着欢喜查考，伊的作为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使绵羊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条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宽容的作为，将列邦的土地赏赐互因，伊的手将所做的信息公平，伊的律例确实有效，永远袂改变，照实信息来公正界定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立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的，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恳求主爱主帮助阮努力来过着圣洁的生活。互阮会当无受到环境负面的影响，也互阮的灵性的生命来这个得到成果。求主帮助阮过着圣洁的生活，甲主耶稣结连，活出听心甲信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